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下面詹伟民。16号暗时咧，前副总统李秀莲决定要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但是另外一条更较大的震撼大是啥咧？本地外界拢咧要讲哦，郭台铭会透过连署来参选着总统，但是决定无要选啊，讲是互支持者失望啊。影响是啥物咧？台北市柯文哲可能是上惨啊！本地望会当透过支持郭台铭哦，和民众党冲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席次啦。啊，即阵无郭台铭的这个帮站席次要提悬哦，有难度啦吼。另外咧，对着国民党来讲，可能会当是讲真欢喜啦。啊，郭台铭来弃选的，对国民党来讲，会当小可来喘一口气哦。但是国民党总统提名人韩国瑜民调若是无转好，国民党安怎来应用？哪赢？目前是无这个分裂危机，历年咧出现李秀莲选总统的分裂危机。今日台湾新眼界，台湾大代志，人物台湾上热的话题，邀请大家做回来对话。小介今日4位来宾哦，第一位是咱台北市市府顾问周如修，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到韩国瑜北部竞选办公室主任郑世伟，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到民进党青年部主任兼发言人吴俊干，大家好。第四位咱邀请到社民党台北市议员苗博甲，主持人好，大家好。首先，咱就关心着讲，郭台铭这回讲无要连署来参选哦，无要透过这个连署这个过程来参选，伊的声明是啥物？咱随来看一下吼。伊讲哦，唔是因为着任何人的这个抗选甲影响哦，是伊各一届思考了后，希望这个社会会当关注国家领导人的这个选择，会当回归着理性的思考。伊决定无要参选着这个2020年连署竞选总统。啊，伊讲这几个月来吼，有机会甲这个各行各业的这个朋友来接触来谈心哦。虽然无要参与着总统这个部分，但是伊无表示讲伊要放弃着参与政治的这个事务。伊尾啊讲啥？伊讲伊永远是永远的中华民国派。啊，当这个国家需要郭台铭的时阵，郭台铭永远拢伫咧无讲出嘴的话是啥物咧？咱先来请教。就这个周如兄，我想是安尼啦吼，当然这个郭董事长吼，是，伊有真长的时间伫企业界嘛，是，啊嘛是一个真成功经营企业嘛吼。当然伫台湾民主社会啦吼，参与政治要参与甲不爱参与，甲用什么款的角度参与，是家己去参选，啊是透过比如看伊即摆有基金会嘛吼，透过基金会方式啊来培养新的一代。我想。上大意义当然是政治上，就是讲看起来有可能的三脚督，当然今仔日有新的三脚督啦，吼，卢总统吼有三脚督，啊，但是我想是安尼啦，吼，就是讲，互除了卢总统之外，因为伊也连署嘛，吼，我想包括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拢是一个新的阶段啦，是。但我想民众更较关心的是讲新的阶段来的时阵，执政党、民进党是毋是会当伫政策上，吼，更较来，互咱台人了解讲啊，是安怎民进党爱继续？吼，伊是毋是更较好的政策？有真侪物件爱处理、爱说明嘛，吼。是。啊，但是对国民党韩市长来讲，其实嘛是一个新的开始啦，吼。市长咧讲，即个毋通袂记咧，即世间艰苦人足侪，吼。啊，徛伫在党立场，伊是毋是会当提出证明？啊，是讲未来的即个希望我我做会比民进党较好？这是一贯以来咱咧讲选举是选好的嘛，应该是愈选愈头前，毋是愈选愈倒退啦，吼。啊，来去，有人要选，有人尾仔决定无选，啊，但是总是咱的国民嘛，吼，即咱拢甲尊重，啊嘛希望讲即个选举是愈来愈对政策啦，对即个国家要安怎更较好，吼，即个治理即个方向是来前进啦。是啦，郭台铭又讲着吼，无出嘴话，伊讲郭台铭永远拢伫，但是伊无讲出嘴话，伊讲即个声明哦是连署总统这部分，有可能伫11月的时阵，有政党合作无？啊！伊今仔日10点的时阵有一个影片，伊讲啥咧？伊讲吼，无要即个参与着即个政治的即个恶斗啦吼。咱来看讲，伊今仔日10点的影片是安怎讲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向大家报告，我将不参与2020年总统候选人的联署，但遏制的选举风气民粹盛行，因为个人私利与派系利益、阶级斗争撕裂台湾。我不愿参与，也不忍心见到我的支持者受到霸凌。黄
派创办人郭台铭退出国民党了后，摆互人解脱讲会伫咧中秋连假了后宣布参选，煞伫咧登记联署截止日进前宣布无要登记，为2020投下震撼弹。郭台铭强调是再三思考了后的决定，毋是互任何人影响看衰。若是毋若听，又搁准备要斗联署的台北市长郭文哲，只敢若讲尊重，会维持合作关系。但是郭无要选，是毋是会家己选？郭文哲讲安尼伤赶。早1个月前讲，我们还可以准备了。现在讲，我还去找副总统，实在是现在这个时间太匆促了，这怎么考虑？是毋是会伫咧11月22日，搁再找找其他政党支持？郭文哲并无讲破，敢若讲迄是另外一个故事。手提总统大选，政党提名门票的亲民党到即阵拢无表态，是毋是要杀出竞选？是毋是会和其他的党合作，也引起关注。政治不是分赃啊，哈，亲民党也不会出卖我们的门票，我们只会跟志同道合的这个伙伴一起为台湾匡扶正义。对他的一个没有登记呢，我们是给予充分的尊重。世事如棋，变化莫测，我还是一切随着因缘走。因为经立法院院长王金平阁有想要参选，亲民党是毋是会找王金平？话并无讲死。张时文强调讲，若会下就会做伙，目前无人甲亲民党提起门票。亲民党伫咧党内作业，阁伫咧做准备阶段，并无着急。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这个郭台铭哦，10点钟的10点的时阵公布这个弃选的影片，会当讲是这个广告级的这个规格啦吼，这个是范可清来操刀的啦吼，其实人咧讲，伊9月11号。就拍好这个片啊，而且有2个版本 ，A 本甲 B 本啦吼 ，A 版本甲 B 版本啊，你安怎看咧？迄当阵就讲，可能有无要选，但是伊内底是咧天人交战什么货？无当然这是过当时场公司因伫生理场吼，因一向是安尼啦。当然做决定的时有2套嘛，吼。其实无意外啦，吼，即马企业的时代来吼，当然针对这个状况是安尼，甲这个状况安尼，是讲还佫有第3种、第4种，本来都拢爱有传有准备啦。所以，我个人袂伫这个时阵，佫去要讲伊是吼，到底是一开始就要选，还是一开始袂选，还是一开始丢毒，还是一开始决定一定要选到底，中是啥物情形？若讲时间愈来愈远吼，迄拢变做广告词啦。但是过当时你有讲一点，我感觉我是认同啦，就是讲。这其实真侪科学内的政治工作者，不管大细汉啦，吼，是少年，是讲较资深，拢咧讲着讲，其实咱希望透过一场搁一场的选举，对个人、对派系、甲党、搁顶前去甲国家，我想每一项的迄个动量是愈来愈重嘛，所以这场选举是安尼，等甲人选拢确定当然还有立委选举嘛，吼，咱就希望就是讲，这个社会会当愈来愈好嘛，咱逐人定咧讲，毋通吼，互咱看做讲。咱是这个野扫帚咧扫地，结果插政治的人是穿长衫咧拖土，伊衫会当长甲拖土，咱是咧扫涂骹，这就敢若讲其实是爱去讨论一个问题，就安怎互咱的民众生活更较好，这个国家更较好啦，安尼较有意义啦。是，当然生活要更较好，有真侪种方式嘛，比如讲最近行政院有真侪实施、真侪政策出来，但是伊到底是野钱，还是真正对民众好？是。对韩市长来讲，伊是一直诉求是这个较感性的迄个层面，还是讲较理性的有真正的政策出来，这拢是咱台湾人会当目睭甲体较金，继续来看嘛。是啦，咱继续来讲吼，郭台铭这回的弃选啦吼，9月12号，敢是一个关键，咱先请教施伟雄。袂咧，我会感觉讲，郭董事长，你若讲像外界讲的。伊要选嘛有一套版本，若无爱选，伊嘛有一套版本。实际上讲，为7月15国民党党内初选煞，到7月28全大会通过提名韩国瑜，到郭董事长出国，然后到8月的时阵伊转来，我相信外界拢咧看，因为有当时政治是安尼啦，你有想要选，但是大家甲你斗相共，甲你斗相竞，但是结果出来的时阵呀。无符合着你当初时的意愿，当然有当时坐叫要刷，更叫唔愿刷。你要安怎对你的支持者来甲伊说服？人嘛咧讲男子汉大丈夫，提起就放下落。咱今仔看到讲郭董事长伊对中华民国对国家伊的关心，虽然讲伊这回的初选不如意，但是
基层嘛有真多，希望讲啊，伊会当出来参选，对这个政治或者是对这个国家拢有所贡献。啊，迄个时阵，包括阮党内，我相信大家吼嘛皮薄跳，到底是要选也毋选，大家拢咧猜想。但是昨伫暗时10点外，阮知影讲啊，伊11点要重大的宣布，啊，朝向歪选的方向咧行。算起来，党内甲韩国瑜阵营，咱讲是咧对过当首长的关度，甲伊的气度是真肯定。啊，阮嘛希望讲啊，即个大粒石头吼，甲摕落来。摕落来。你讲算讲哦，党内从初选刷甲即种，我定安尼讲，人民进党初选刷的时阵，督啊老伙老弟，人拢马上伤口就拢马上好啊。但是国民党毋是安尼，国民党你若初选刷的时阵啊，哦，搁张图，你一定爱拖到今仔日9月17，你才会知影讲明朗。甚至于讲9月17明朗了后，即马可能有4组5组独立的参选人去登记，但是你嘛都爱等到11月底，迄个时阵政党的推荐，头拄仔咱嘛看了影片，包括时代力量，搁有亲民党这个部分，到底有个人嘛搁咧想讲，是毋是过当首长会去亲民党摕到即张政党推荐的书，伊搁去登记？在我看起来。那伊过当首长，台湾首富，搁全世界成功的企业家，伊无可能做这种选择。是，你若讲有个人搁安尼家迄个时，咱讲是陷他于不义。所以讲我会感觉讲，即站开始像头拄仔于小讲的，选举可能搁另外一阶段来开始。你讲以阮韩国瑜阵营来讲，即摆就是爱安怎？爱紧找一个机会，你去甲过当首长，韩国瑜甲过当首长，是毋是会当面对面坐来？好好讲一下，哪军爱安怎来做整合？透过各种的管道，你一定爱坐落来谈。包括我进前伫其他的节目节目，我嘛讲，我希望中秋大团圆。我嘛希望讲过当首长会当做出一个吼，卖轻痛粗快的决定。今仔日看到这个决定，我感觉对阮真好。但是是毋是就此一帆风顺？无一定。是啦，咱来看讲哦，无遮简单。规个这个郭台铭自4月17号。讲要选哦，啊讲妈祖托梦予伊啦吼，啊表示意思要来参选开始哦，咱来看伊这个过程是安怎行的啦吼。伊讲4月17妈祖托梦迄天吼，啊这个中常会就颁予伊这个英语证啦吼，啊嘛讲郭台铭当场宣布要参选到2020年总统，啊伊当阵讲到啥初选，若是选无掉，伊就是会尊重这个初选的这个机制，但是尾啊咧，伊会感觉是啥？感觉就可能这个机制有可能有问题，啊尾啊伊。7月11号的时阵，小可有急啊！这初选的最后阶段讲哦，就算大哥拜托你了哦，这个劝退意味就改出来啊吼！啊7月15号的时阵吼，这郭台铭伫咧党内初选无得到这个提名啦吼，啊出国去放一下轻松一下。8月18号嘛是一个关键啦吼，迄当阵大家特别是找伊啊讲，到底人是去倒去？这个吴敦义啦吼，韩国瑜。为这个两个人见面了后，大家拢咧关注吼，是毋是因的一礼拜来会见面？但是郭台铭伊讲啥？伊讲行程已经满，看袂出这个吴敦义甲这个郭台铭有见面这个可能性吼。9月12号的时阵，就是一个重点嘛。国民党31位大佬看报纸来抗讲这个韩国瑜和这个郭台铭来合作啦吼。啊，当天咧就透过伊这个幕僚来讲吼，要退掉这个中国国民党的这个英语证吼。啊，其实第一天就来宣布退党，安尼整个来看过来，其实迄个时间内底，国民党台伊郭台铭嘛是抬甲真深呢。嘛无讲抬甲真深啦，我相信大家拢有伫政治路上，大家拢有希望讲爱安怎才会赢。选举真简单，要选真简单，要选赢就无遐简单。是。所以讲，今仔日过当首长伊做出的选择，啊，佫有其他外界，包括阮党内或者是民进党，或者是讲其他各党派，大家嘛拢咧看一局，到底是安怎？因为毕竟你是英语的党员，你今仔日咧初选的过程当中，你有讲过，若出线，希望大家支持你。你若输，你嘛要支持人，但是尾下的时阵拢无一个结果，刷来的时阵，咱佫看讲，怎啊佫走去甲国民党市长？有人讲这是要凌迟国民党啦，有无？我其实吼，我的想法，你莫甲讲凌迟啦。其实有当时啊，若初选刷的时阵，你讲以伊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过当首长，咱讲是咧输有当时啊情绪，有当时啊你爱互伊宣泄。你袂使讲啊初选一输的时阵尔，毕竟伊嘛足用心足做的啊。啊刷的时阵尔，你讲伊就爱安怎都安怎。有当时啊，我头来讲，你莫讲伊本身。
其他这的支持者，你嘛都爱互伊有一个空间，互伊吼情绪有法度通消透。你必须爱时间豆豆啊软化，啊，大家吼坐落来好好讲。但是哦，一时伫气头上，这人讲一个人还需4人人，为伊安怎做决定嘛是本心自我。是啦。所以讲迄个时阵有当时啊，你讲党内看到讲啊，你初选选的时阵尔，啊公平、公正、公开初选选的时尾啊，你跳去甲郭文德来市长来做合作，有当时啊人看到心情嘛会无好，所以讲我讲是个烧苗无好话啦。但是不管安怎，要为赢的方面行的时阵尔，大家都爱互相小体谅。是啦，安尼哦，对党内国民党党内，你才有一个吼整合的空间，才有一个团结的气象。有影讲到这个整合，但是伊尾啊，这个影片内底讲到。伊唔愿意吼，这伊的支持者阁受到这个霸凌啦吼，这个部分咱等下再好好来讨论。咱先来看种郭台铭弃选可能原因为什么？咱有整理到这个5点吼。这个郭台铭这个幕僚就讲吼，伊是政治素人啊，政治上的这个第一位参选的这个素人啦吼。伊讲政治主张无人咧关心，逐工咧问的是讲支持者在对立甲攻击啦吼。原本伊要改变的这个社会代志吼，甲这个初衷拢是无共款的。啊，有另外一种可能是讲说找无副手。啊，第三咧，就是这个民调无乐观啦吼。安怎讲咧？这个民调，这个因内部吼，输掉这个蔡总统啊，赢是赢韩国瑜，但是这三卡度的这情况之下，伊嘛是排第2名，要赢的几率无悬啦吼。啊，若是讲真正甲韩国瑜扭来，啊，蔡总统赢，对国民党来，伊可能会派到这个罪名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就是讲到这个王金平这个部分啦，这个陆军啊，人咧讲陆军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组织的时阵，这个部分啊，郭台铭已经宣布已经退出国民党啊，若是要王金平协助这个地方的这个组织动员来支持郭台铭的话，实在是有真困难的这个部分。继续先来请教这个咱准干啦吼，你若看讲这回啦吼，郭台铭退选啦，对民进党是大加分吗？还是恁嘛是真乐观来看待？其实正经的民调，不管是韩国瑜甲蔡英文总统的对决，还是讲2卡都、3卡都、4卡都，其实蔡英文总统的民调其实拢是领先的啊。啊，郭台铭伊为虾米贵党的吼，伊要退选，这个故事的版本真侪啦。啊，但是阮政治工作者毋是八卦留言站啊，所以啥物故事，迄都是因党内故事。但是我也感觉讲，就是讲。不管是郭文哲还是郭台铭，即群人到底是要选唔选，啊啲周贵啊，到底是要创啥？选民其实是对这的政治人物拢有期待啦。你若要选总统，你爱准备的团队啊，做的工课，做的研究，其实恁应该拢是爱开真济时间来去处理的代志。所以不管是你团队的准备，还是讲整合，还是讲选民的期待。你讲昨暝的时阵，郭台铭伊的内底写嘛，讲就是他不要他只是那个没有联署，无要联署参选啊，所以伊是敢若搁保留一点会使甲其他政党合作的即个机会嘛。安尼拖来到即个政治的变局，拖到11月份，其实你不只是对你家己的支持者无法度交代，对全台湾，你也感觉讲你是有尊重台湾的选民无？就是讲，你到底这个政党要派出来的人，要参选这个总统的这个人，但是咧，郭台铭，伊无要参选这个代志，民进党基本上是祝福啦。就是讲，因为阮嘛有看到伊会关心这个台湾的心，所以呢，咱议长也是讲总统拢是表达讲，你会使继续甲这个爱台湾的心，继续来投资台湾，啊，提出对国家好的政策。我感觉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就是讲对选民、对台湾人民来讲，对选举上好的，就是讲你会使甲政策的步伐提出来，捧出来吼，甲政策的步伐捧出来嘛吼，就是讲啥物政策，不管你是哪个列个，大家伫辩论的时阵都会使吼，无得甲就是讲，比如讲执政你的对手提出来的政策。伊嘛有可能会做后一个政策，就执政的时阵的政策嘛，大家使讨论嘛，对国家好，咱就采用嘛。啊，郭台铭先生至少是有提出一寡伊的想法的。若是韩国瑜的话，阮看伊即马伫选举的即个路数，就甲去年伊选高雄市长的时阵是相像的嘛，就是讲一寡，譬如讲伊要发展爱情产业，还是讲伊要做即个爱情的即个摩天轮嘛吼，啊，世界
其他的县市，就要讲要来起机场，还是要赛车场，吼等等的。啊，开始要选总统的时阵，嘛开即个三个啊，伊做一个国政的顾问团，啊开能源的、青年的、外交的，迄3场直播我拢有看。其实你讲啥我嘛看无啥有啦。所以我感觉讲郭台铭先生伊无要参选这件代志，其实对民进党来讲，你讲是有利也无利，我感觉对台湾来讲吼，阮是欠一个政策讨论对话的机会啦。安尼看起来是安尼啦。你的意思是讲，这个郭台铭的政策可能有较侪空间会使对话就对啊啦吼。我感觉比韩国瑜来讲，应该是加较侪。这是这个准干这个观点，咱搁请教阿苗啦吼。你安怎看讲吼？这回头段嘛讲到，可能政党合作的这个郭台铭无讲出嘴的这个话，伊今仔刚才讲到这个声明啦吼，连署总统这个部分，啊，其他政党的合作咧。伊伫咧伊的影片内底有讲嘛，就是讲伊无要参选总统啊啦，讲甲真清楚吼。啊，我昨昏是伫咧网络吼看到一个故事啦，我感觉讲真趣味。伊就讲吼，以前的郭台铭吼，伫咧业界有一个名声啦，就是讲伊会和其他的厂商吼，就订单，讲我要啥物，啊你帮我生产。啊，后来咧，伊的厂商就去买新的迄个机器啊，啥物。啊，结果咧，一切拢准备啊好的时阵，郭台铭会讲，哦，这我无爱啊，哦，啊未签约啊，所以讲，这个厂商就会惨嘛，血本无归嘛，因为伊的投资的设备啊真济啊，啊后来安怎咧？后来咧过档咧，就是讲啊，看你这个厂商有拄着咱迄个困难咧，你的资金有问题，啊无我来甲你的股份甲你买落来好啊。这是迄个 PTT 有人咧讲啊，啊，即摆来看这个郭台铭参选的故事吼。敢若小可相像呢，就是讲进前咧讲，这过党啊，甲咱郭文哲市长啊，讲要合作啊，安怎啊，后来佫有一个台湾民众党嘛，敢若讲一个选总统啊，一个有不分区的立委的选票，安怎来合作？结果咧到昨昏的11点，这一切拢改变啦，吼。啊，所以讲到今吼，这郭台铭要和你的台湾民众党要安怎合作？啊，即马嘛无迄个合作的基础啊嘛，因为郭台铭无要选啊。啊，除非讲安怎，除非郭台铭的人，吼，摕去互咱的台湾民众党来提名，摕这个不分区，摕一个分区的这个立委，这是一种可能啦。啊，另外一种，大家咧讲啊，有可能这亲民党来提名这个郭党，敢有可能？我个人是认为这无可能。无啥物可能。因为若是讲郭台铭去接受讲这个亲民党的提名吼。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讲你这个人做人还无遮信用的，你的信用有问题嘛？你2个月进前，你讲哦，我爱中华民国，我无要参选，啊2个月就会改变，啊若是搁互你做4档，啊你会改变到安怎，无人知嘛？所以讲，伊去接受讲这亲民党是无可能，啊时代力量搁较免讲啊，时代力量甲郭台铭就是伫咧意识形态是完全无共的啊，所以讲即马郭台铭的角色变做讲。所有的人拢想要争取伊做啥物？做财神爷、金主啦哈，伊的金主哈，伊的竞选的，若是对这代志有兴趣，啊，伊的经费会支持上，这所有人拢想要争取啊。我甲讲，就算讲是国民党的立委好啊，伊一定会去找各党来募款嘛，募款这一定的啊。啊，所以讲。很多需要这个资金的迄个小的政党啊，包括讲可能亲民党啊，可能台湾民众党啊，嘛会继续互接受吼。啊，毋过接受了后，各党敢有兴趣？这是一个问号啦。你讲我嘛无要选啊，我就看恁迄徛关山看马相踢啊，咱他敢怎选完哦，恁过来找我，这嘛是一种可能啦。吼，所以讲刷落来咱要看的重点吼，应该是讲迄个。台湾民众党安怎行？因为台湾民众党甲一个真重要的政党的时代力量有真侪差不多7成，7成的重叠咧。啊，那会改变讲咱国会的组成无？这是咱要看的。是，咱过来先请教吼，如兄啦吼，就是头拄仔阿苗嘛提到讲吼，金主到底郭台铭是这个郭文哲市长吼，主席伊是甲郭台铭。当作是啥物？是金主还是讲合作的对象？我首先来讲吼，议员讲这我淡薄无同意，就讲选举制度本身就有募款的迄个机制嘛，咱的选罢法有嘛，政治现金法拢有嘛，该部爱创啥吼。啊，
当然我也袂去感觉讲金主是啥物负面的话啦，吼，因为当选过去的人，敢无迄个金主吗？真正去总钱对啊，所以讲是较无适当讲挑工去甲偷赢掠讲啊，你就是欠钱。是啦，但是讲未来合作的空间伫倒所以位？我是感觉讲，我较袂去安尼想啦，吼。基本上对政党来讲，对合作来讲，其实包括民进党早期，甲讲对社会国民党来讲，有一种物件叫价值。你若有相共款的价值，吼，我举一个上古锥的，真少有迄个主张台湾独立要走去国民党嘛，无嘛，吼，但是有主张国家爱好，又伫国民党无有。但是你完全支持即个中国共产党式的统一，大概伫民进党无法度生存。但是你希望即个国家较好，你确保主权独立，迄无可能。我的意思是讲，价值上吼，应该是爱共款的人较少我。比如讲，对民众党来讲，国家的即个要安怎甲治理，吼，比如讲国家财政的纪律来提悬。好，譬如讲对即个社会福利支出全国性的即个控制，吼，还是讲全国性重新来看一遍即种，吼，未来一定是咱定咧讲，就是三个物件嘛，吼，头一项叫民意嘛，咱无可能甲民意对着干吧，袂啦，吼，过来就是专业嘛，过来就是价值嘛，吼，就是讲即几点应该是即个未来民众党，比如讲不管甲过当属长的基金会这边，还是讲甲咱的好朋友斗阵的时阵，这是一个上大可能的点。是啦，但是这个实处会影响到原本估价啦吼，然后这个郭台铭来帮站，实处应该提升啦。即阵安怎看咧？袂啦，我举一个咧吼，比如讲过当属长伊基金会本身的发言人，甲伊基金会的顾问嘛，吼，我看拢有伫桃园的迄个复兴甲八地嘛，有一位是伫遮嘛，吼，另外一位是伫台中市的北屯区甲北区嘛，吼，迄个郭顾问。所以这参选我感觉拢毋是歹代志啦，吼。当然，即马即个选制对已经有的两个政党，嘛毋是讲对因完全有利，是因为因早就存在嘛。即个几遍了后，拢有各自拢有家己的即个卡伫的家己的范围伫的嘛。所以对第三个政党来讲，其实是一个挑战。但是都是因为是挑战，都是该面对去面对。我想这是价值甲合作伙了，会较。过来一步一步来行，应该是安尼。好，瓜主席哦，咱等下继续来讲，咱先回归到这个拿赢，这个韩国瑜先生然后，这个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伊这个声明了后哦，放弃掉这个要搁参选这个部分然后，伊搁伫党内初选，较早拼过这个对手，就是咱国民党总统的提名人韩国瑜，伊早起是安怎讲？咱做伙来听这个。那么从郭台铭董事长的声明也可以感觉得到。他受了很多的委屈，所以在这里也要向他致意。那么也希望能够尽快安排时间来拜访郭台铭董事长。他所提出的一些相当不错的政见，有没有我们这边可以把它转化为一起合作的方式，把这些非常优质的政见，把它有计划的来推动。所以我尽可能尽快进出来拜访郭台铭董事长。韩国瑜讲呢，伊会尽全力哦来这个支持哦，这个来寻求这个郭台铭来支持啦吼，嘛有找机会哦，机会有找到无？无啊，就是你爱为这个方向来去努力啊。是。你本来想讲，郭董事长伊会出来选，但是即摆伊表态伊无要出来选，伊无要出来选的时阵啊，你来看，伊讲，那当中华民国需要郭台铭的时阵，郭台铭永远拢伫咧。头拄余小讲啊足好呀，你若独派，大部分拢伫立个呀。你若统派，大部分拢得拿的。是。你若讲，你个来讲，你拢嘛讲台湾，伊袂去讲中华民国，对无？你包括咱的总统嘛，定来讲这个国家，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名叫做中华民国，这个4个字你哪拢讲袂出来？有啦，中华民国台湾一定来讲。所以讲嘛，今仔日最清楚的，郭台铭伊本身就是较晚拿的这个部分。较晚拿的这个部分，你即马若讲当初是想讲伊会参选，这是对拿赢来讲是一个阻碍。但是这个阻碍即摆摕掉了，主力要安怎变成助力？这个部分就是韩市长，伊必须要去努力的。是。你讲最近定有人咧讲包括这个马总统，或者是讲郝龙斌副主席，是，拢有去甲国党的这边来咧参详。但是你嘛有搁看到讲伊的幕僚讲，连甲咱民进党嘛有去讲叫国党的卖选，对不？是不是？你包括郭市长。嘛是有去甲伊做会谈，包括王议长嘛有甲郭董事长透早的时阵嘛有见面过。不管如何，我就定来咧讲，你若要选举的时阵啊，
你就安尼10拜托8拜托。啊，选的时候，你若不爱选的时候，哦，大家拢会去甲你相找。所以讲，今仔日不管如何，头拄仔讲啊，俊安咧讲，韩市长伊的国家的政策，伊未来的政见安怎做规划，我相信大家免怀疑。张善政前院长号召200几个国政顾问团，豆豆安尼推出这个政策。你包括今仔日韩市长嘛讲，你过当市长，你对这个国家、对中华民国，你提出的一寡政策，若有机会见面来谈的时阵，是不是把你的主张嘛会当纳入韩团队来使用？未来互咱中华民国、咱这个国家，咱大家来适用，对无？啊，我相信这拢会当讨论。啊，今仔日回归若讲转来。今仔若讲民进党你是3党外，你若做了好的时阵无可能有遮尔侪人要来甲你争啦，对无？今仔日嘛无可能讲韩市长，伊今仔拄好选煞，伊就爱来打这个党打啦。所以讲，我也是讲，到底你旧年讨厌民进党，甲今年你希望讲，民进党安尼一把抓，甲所有咱遮的行政资源这边夺，爱迄边压，老百姓大家爱去思考咧。但是即马回归啦，真明朗。总统的选举就是回归哪里？但是咱立委的选举就佫无共啊。头拄啊，包括苗议员嘛咧讲，你即马台湾民众党，你郭明德市长，你郭主席，你即马无法度母鸡带小鸡，你这小鸡，你分布这10个区域的立委，你要分布伫倒位？是，大家嘛知影讲，郭市长甲民进党新潮流的有温暖，到底伊这10席的时阵伊会放在新潮流的区域袂？同款的。头拄啊，余小咧讲过当市长有2个爱将，即马到底是第8席，或者是第讲伫倒位？有到底有要去选无？这嘛是阮拿赢，必须爱去关心的，爱去面对的。你今仔日总统可能吕秀莲副总统伊要出来选，独派的力量对民进党有伤无？民进党爱去考量，国民党嘛当然爱去计算。但是你若对于立法委员不分区的政党票，或者是区域的立法委员，要安怎来做布局？我相信能力，民进党甲国民党已经拢提名差不多完成了。即摆就看台湾民众党因到底是安怎？其他的这国会政党联盟，甚至于讲阿苗因这一寡小党的，因要安怎联系？我相信这真趣味啦。即摆可能关心的会去关心着讲政党立委的这个会存在立委政党票的部分，是啦这是大家咧较关心的。所以咱咧讲这个郭台铭讲无爱选啦影响的可能就是政党立委这个实处的这个部分。咱先来看讲郭台铭这个起选各界这个回应是安怎郭文德咱头拄仔这个市长的这个部分已经看过啊，韩国瑜咱嘛看过啊伊讲伊是有袂歹这个政见，会当赶紧来安排时间来拜访一下。蔡总统是讲啥？尊重这个郭台铭的这个选择，嘛望这个欢迎郭台铭伫咧未来提出继续的这个有建设性的这个言论国民党是讲到感受到这个郭党也是一个国际级的这个企业家，伊的关度甲这个气度啦。外界这个外国的这个媒体安怎看 ？NHK 是讲恐惊是因为这个支持度无够这个暗算啦作为一个知名有这个魅力的这个经营者，郭台铭这个以后这个动向，嘛是也个受到大家这个关注啦继续，咱过来看到这个民调这个部分，民调的部分咱头拄嘛讲到，是安怎这个郭台铭可能的这个起选无要选啦，就是这个民调的部分啦咱来看到是三卡都的这个部分啦是蔡总统33%，郭台铭28%，韩国瑜25%，这个郭台铭伫遮排第2尔第3是这个韩国瑜，若是蔡英文总统甲这个韩国瑜来对决是49%甲32%，这是来自这个《镜周刊》伊所做这个民调这个部分。继续，咱先来请教这个俊干这个民调甲恁内部的民调是毋是符合的？其实差不多啦，就是讲郭台铭是第2名，韩国瑜是第3名，无错。第2名甲第3名其实拢差不多啦这个民调奇怪，较无囥迄落蔡总统甲迄落韩国瑜的民调我想郭台铭有真侪拿亚的人会期待讲要来出来就是因为国民党伊内部的即个体制出现真侪问题真侪少年的其实是无啥物机会无参像民进党，其实咱是有一步一步为党内的即个主管请一寡少年的入来，包括我，也是讲咱区域的立委虽然拢是一寡较艰难的选区，咱派譬如讲高一农，还是石佩芬，这较少年的较最优秀的少年的过
第三就是伫即个传统的选举内底，爱互真侪少年的离败吼。所以我的意思是讲，迄个时阵就是伫国民党内底内部的真侪政治的问题，造成你请几粒药单，派一个韩国瑜，结果佫选到高雄市长，一路就抱到要去选总统啊。所以国民党真侪拿赢的人嘛是真正对迄个韩国瑜是投袂落去啊。所以才会去甲迄个期待放伫郭台铭的国党的身躯顶嘛，对吧？是。所以今仔日新闻嘛有出来嘛，就是讲郭台铭伊即马无要参选啦，但是有真侪因为伊的 image 互人的就是金济牌嘛，所以伊咧批评一寡内政的部分的时阵，大家感觉有理嘛，所以遮的人无一定会真正因为郭台铭脱选无爱选啦，所以就甲即个票转互韩国瑜。嘿，我感觉。蓝营的团结这个部分，我搁爱观察。是，嘿，因为嘛有真侪人都呛讲要来投互蔡英文总统。不管确实是真侪人，伊会相信讲，国民党啊、民进党啊内底有好的人，有歹的人，所以因会去望讲寄望去其他的小党啊啥，这阮承认。执政嘛是安尼，就是讲在个政策，毋是无可能在个拢好。所以这就是选举的时阵，咱来重新去检讨讲政治有啥物做无够的。后壁咱搁要提出啥物对国家较好的方向，这是一个选举过程当中会之间会使来去产生的这个效果嘛。我要来讲就是讲，所以郭台铭伊无要参选的这个代志，无一定就是代表讲哪样的韩国瑜就会使。把这个团结牌给拍出来，这个会使个大家个会使个观察一下吼。继续咱要来讲到这个地性蓝啦，甲这个草根蓝，还有韩粉、郭粉，敢有遐多这个互相整合咧？你捌袂记是，佫有一个人叫做王金平。有影。王议长伊还未决定讲伊总统大选要安怎做嘛？因为王议长即马拢讲伊个跟着姻缘走可能讲这。姻缘可能行到亲民党嘛，无一定啊，这所以讲国民党的整合的问题吼，佫有真济啦。我想讲上大一个问题就是即个韩国瑜市长伊的个性，就是讲，因为你看伊初选结束了后，其实有真长的时间，互伊去处理，去处理这甲国党的关系啊，甲王议长的关系，毋过到今吼，拢无处理成功的。今日是因为郭台铭伊家己愿意讲伊退一步。若无郭台铭出来，王议长嘛动向不明，搁加一个啥朱立伦，即摆真侪人咧讲，韩朱配敢有可能？因为即摆看起来吼，朱立伦是唯一有可能来挽救这韩国瑜的民调的一个人嘛，因为朱立伦会使补充迄个知识栏啊，搁有啥物中间选民吼，而且这韩国瑜无法度摕到中间选民的票嘛，所以讲即摆咧韩国瑜这个人的个性，我的观察啊，就是讲。伊无法度去说服甲伊无共派系或无共意见的人。我举一个例，伊安怎去找迄王议长咧？伊无甲人通知，就走去立法院，讲伊的办公室讲，我要甲你拜访。哇，一大堆媒体，因来了，王议长讲，你哪会无和我讲？坐落来了，讲无到10分钟，两个人就散。为什么？因为伊做即个代志无够有，伊的手段，互人感觉讲，哎呀，你是。带媒体来安怎是要甲我逼是这种感觉就差的嘛。到今吼，王议长讲到这个韩市长就无好话啊，无好。你看伊讲的内容就知嘛。郭台铭吼，虽然讲伊退一步无要选毋过即马看伊访问的时阵讲，我要找一个机会去甲伊拜访，连拜访的机会拢无呢。朱立伦免讲即个朱立伦伫咧韩国瑜做事时阵人拢无够佫有一个人叫做侯友宜。韩国瑜摕一个第一条证件，侯友宜就无同意。那所以讲，重启合适了哈。伊这团队吼，我讲真诶啦，国党无要选吼，是危机暂时解除。伊佫有真侪迄个国民党内部吼，伊要去解决的啦。所以讲我看。伊如果伫咧11月进前会使解决这样代志，我就感觉讲真好啊啦。搁免讲迄个亲民党啊，宋楚瑜爱出来选，无要出来选，我看这个韩国瑜拢无法度会使处理掉。是，帅哥。没啊，我感觉讲外界有咧关心啦吼。当然你面对这个问题，
你一一的时间会来证明一切。你包括咱蔡英文总统嘛咧讲，人讲啊，你甲赖清德的关系啊，沟通就顺畅。当时要见慢慢啊来，赶快来嘛。拄好咧选举的时阵铺排，初期该安怎行？你家己的策略，你家己的时间点，什么时阵进前爱分镜，后壁合集。所以我相信每一个党派，或者是每一个阵营，伊拢有伊家己的铺排的时间。是。你头拄我就讲啊，过当市长本来是竞争的，但是咧，即摆伊无爱选啦，你要安怎寻求来甲伊做整合，煞咧甲伊坐落来讲。人讲见面3分情嘛。你无讲，你哪会知影讲？到底会好也袂好？但是以伊的立场来讲，伊是偏向哪的？伊无可能偏向民进党嘛。但是你讲朱立伦，共款初选嘛是有竞争。第前几工啊，虽然讲头拄暗暝咧讲9月初8，朱市长甲副市长无来，但是我就讲啊，副市长就讲啊，300兄弟到尾的时阵，嘛就是一定爱挺国民党。我旧年的时阵，文大宿舍案安怎去互民进党抓的？我今仔日也毋是咧请几天药单讲，好，我就过来弄到小家耍咧时阵，家己牛条来搭牛母，耍咧互民进党来见缝插针。迄个时阵我有我市情的行程爱走，但是你即摆韩市长，伊即摆声势咧好的时阵，互伊去插。我来做基层的工作，耍咧到尾的时阵尔，大家好坐。正所谓你讲朱市长迄讲人伫日本，但是嘛足关心的啊。转来了后，前几工啊，就甲韩市长通电话，煞咧搁见面啊。要安怎来讲？伊嘛讲，会当斗3工，免位置。你讲外界来讲韩朱配有配无配，不管，反正我就是团结，就是好坐，就是来斗3工。所以讲，这面对的外界，当然无希望你好啊，同款的嘛。你个看哪个讲，希望恁吼剁啊老伙老弟。哪个看你个嘛？希望你蔡英文甲赖清德，你嘛是分开上好啊，是毋是？但是我相信，拢尊重总统参选人伊的职权。是。到底伊要找倒一个副手来配？我相信，大家未来拢一定拢会知影。这互伊有时间，你一步一步，你党内的势力初选说我就讲，哪样要愈合的这个伤口较慢，无像民进党遐紧。是啦。但是民进党即摆有当着一个啊。今仔卢秀莲副总统去登记啊，对啦哈，独派的喜乐岛联盟，难道民进党拢不爱管伊吗？互伊淡仔泡情，我相信民进党也毋是讲老神在在，拢袂关心吧。所以讲伊嘛都爱有伊的因应之道啦。所以咱就继续来看讲，这李秀莲吼，前副总统啊决定接受喜乐岛联盟吼，这回来推荐，要来选这个总统啦吼，人数。爱有28万的这个坎啦吼，这个坎到底过无？咱做来看者。今天站在这里，不是惊喜，是几个月的挣扎。前一天临时决定接受喜乐岛联盟的推荐，前副总统卢秀莲决定要做独立参选人，投入2020总统大选，并且宣布副手的人选是前南投县长彭碧显，要拍归台湾历史4点控。呼吁全国同胞，我们大家可以做独立自主的民主人，我们要超越蓝绿，共同谋求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与人民安心。卢秀莲参选伫咧伫营队部投下震撼弹，嘛造成分裂的局面。和喜乐岛关系真好的陈志忠，嘛伫面册呼吁卢秀莲爱三思，赶紧回头。伫营无分裂的本钱，骨头为立委嘛呼吁爱团结。我们真的要呼吁李副总统哈，抗中保台是我们一致的观念哈。那李副总统不要为了个人的声量哈，然后来搅乱这个战局。民主政治哈，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状况，我想这是台湾民主的一部分。其实副总统离开民进党也有一段时间了。面对卢秀莲参选，民进党主席窦英台半暝嘛伫面册表示，伫咧有料甲意外当中面对震撼。总统蔡英文竞选办公室是表示尊重。另外，新党总统参选人杨世光再去和副手的搭档陈丽玲做伙去中山会登记参与联署，画出一国两制是上好的选择。说到来要全力冲破联署28万份的户定。记者综合报道。照这个办事看起来，这个日军哦，嘛加减啦吼，会分平啦吼。唔只有这个几来立委就讲哦，这李副总统你爱三思啦吼。
这个民进党发言人，你安怎看咧？李秀莲女士吼，伊正经就是伫国民党威权体制统治之下，是一个对民主运动贡献真大。啊，伊本身家己嘛是政治的这个受难者嘛，所以伊对民进党来讲嘛是真重要的一个前辈。啊，咱是即马好佳哉，咱即马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每一个人拢会使出来参选嘛吼。那咱嘛是尊重伊的这个想法。啊，独派咧，其实每一年在选举的时阵吼，也许。独派也许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这是为着什么呢？因为咱嘛知影讲，最近邦交国都搁减一个啊，外口有中国咧甲咱拍压，啊内部咱家己的宪政体制搁无法度正常化，吼，咱的宪政，吼，咱的宪法，还是讲咱的内底真济，咱过去经过中国国民党吼，这种较威权的统治的这个之下吼，慢慢才开始会使做这个民主选举嘛吼。但是咧，咱嘛毋是直接就手一个就变甲民主选举嘛，咱嘛是爱经过这个温别殊从啦、恩必侍从的这个情况下，吼，所以无法度有一个正常的民主的选举，所以独派因为就望讲，咱即嘛就随会使正名制宪，所以是有一群就爱台湾的人，因想要来去主动，感觉讲即嘛做伫即个国家正常化的部分。做甲无够啦，想要做较济啦，所以每一次都会有。对民进党来讲，就是讲，因为咱即马即个时阵吼，已经不只是温别殊从之下的选举啊吼，这已经慢慢消除啊。但是咱即马拄着的是啥物？去年咱就体会到嘛，假新闻，吼，无就是讲特定的即个咱讲是中共吼，伫台湾的代理人。吼，伊可能得到真济资源，伫媒体顶悬，还是伫社群吼顶悬，所以伊得到真济帮助，来甲过去吼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那个很多的境外 IP，吼同时间在同一个时间一次发生吼，所以迄是咱内忧外患的时阵吼，外口咱叫这个叫混合战，透过政治啦、信件啦来去影响。吼，来去影响你台湾民主的选举，都是伫即个台湾遮艰难的即个时刻，所以党主席也是罗秘书长，伊拢会想讲，就是阮嘛无讲要直接用啥物党纪啦，要来继续沟通落去啦，继续沟通啦，因为即个时间真正是那个是没有分裂的本钱。是啦吼，咱搁请教阿苗啦吼，安怎看？这28万独立参选人、独立参选人，这个坎会过无？是一个真大的考验啦，因为吕秀莲副总统吼，伊进前嘛有设一个公投啦，叫做和平公投嘛。这和平公投的这个人数哦，共款嘛是要28万、30万啦。毋过伊这个公投的人数吼，就是无成功啦。所以讲伊这算讲是测试伊的动员吼，敢有可能有遮尔大的这个数字啦。毋过即马有一个机会，就是讲我看这个网络吼，就侪韩粉社团有人咧讲，要去帮忙迄个吕秀莲人数啊，因为安尼讲迄个绿营啊，佮有第二组出来会使分裂选票啦，韩国瑜吼机会会较大。毋过对即种看法吼，我的想法是无共啊，因为吕秀莲若是出来吼，因为伊的即个喜乐岛吼是较独派的。独派的色彩真重的即个现实，所以讲吼，伊若是成功人数过了后，伊的国家定位政策吼，一定是比即马蔡总统的政策搁较前进的吼。这造成一个效果就是讲，蔡总统看起来煞变中间的候选人。你也知影讲，咱台湾真侪选民吼，对所谓中间的路线真有好感。所以讲，若是你想一个画面来讲伊吕秀莲、甲蔡总统、甲韩市长咧辩论，这三个人徛咧遐。公啦吼，这个蔡总统是。蔡总统煞比中间啦，因为吕秀莲是独派的，迄个韩市长可能较哇中国，所以讲。佫有一个行动哦。行动的人。照你这个理论来讲，还是俩行动较痛哦。我赞成你这个看法，若是讲行动的迄个人数过了后。嘛是会互韩市长看起来煞我较中间，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极端候选人出现了，原来的大党的候选人都会变得比较中间温和的形象啦。所以讲，
吕秀莲副总统出来吼，对蔡总统甲民进党来讲，无一定是一个歹代志，因为到投票的时阵吼，迄个弃保效应会自动的出现啦。是，吼，所以讲我的看法是安尼。是，这个公破的部分也是弃保效应，啊，但是这个坎爱先过啦吼。对啦，这是安尼啦吼。卢总统一生为着台湾的民主运动，实在是付出足济啊。伊的青春、伊的岁月、人吼啊家庭，啊，但是政治上是安尼，就敢若讲议员头骨咧讲，这人数吼，即种这个制度吼，要支持你吼，譬如讲我支持社会，啊我行出去投票，吼，啊即我去投一票啊，吼，啊我支持议员，但咱即摆就是讲身份证要摕出来印吼。这小可有较困难淡薄啊，就是你啊应该互伊签名，咱即摆规定是安尼嘛。吼啊，当然我了解啦，徛伫民进党立场当然是希望整合嘛。就敢若讲，我相信总统对赖议长的心情是相共嘛。就敢若讲，世卫咧讲，吼，韩市长对朱市长也好，对郭董也好，但是参选是安尼啦，要徛伫我立场是甲副总统祝福啦。吼，当然伊有真侪条件嘛。是。吼啊这。当然嘛有可能像议员讲的啊，因为煞徛落去了，若有4组人吼，煞才煞对中。但是我要讲吼，煞中是好代志啦。就讲我定咧讲哦，咱拢爱即个国家，不过世卫咧讲啊，你定咧讲即个国家，不讲中华民国，爱讲台湾，只是讲爱的方式吼。啊，你透过投票，大多数人爱认同啦。吼，我相信即摆拢爱国家，啊有可能爱国家的方式无啥相共。啊，但是你着透过投票啊。大家感觉啊，你爱这种的爱方法可能较好，安尼就好啊啦。所以我相信呐，这个对中行吼，应该对台湾来讲是好代志。是，咱就袂过去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吼，开始有人讲啊，你要出卖台湾，你要出卖中华民国，吼啊，你这就是要行向战争，你这就是行向去用统去用这大毒拢用伊个有毒的迄个毒，我用独立毒，这拢唔好啦。吼，实在是国家爱对前。看，来行安尼较好。是啦，所以现主席看起来，这李副总统有这个坎吼，要过也无过，到最后这个余修哥嘛讲啦吼，这个人数的这个坎有较，因为迄技术面无讲真简单，对，啊，这我嘛研究过，对，技术面的这部分，啊，佫有对着这个公破问题，阿苗头拄提供的，是，咱佫来请教施伟雄啦吼，啊，那安尼看起来，这个韩国瑜总统。嘛是即马徛关山看马相谈嘛，还是伊家己嘛是危机感？无啊，啊你要选举的时阵啊，你当然是你家己定赢，你应该做的工作是啥物嘛？我相信你讲吕秀莲副总统伊今仔来做登记，大家可能想讲，伊敢若退时啊，但是你毋通袂记，2000年是安怎阿扁啊总统要提名吕秀莲，伊伫独派的即个部分。伊是有伊的影响力，包括2004年，大家嘛想讲，这个时阵可能干那吕秀莲副总统干那做一年深宫怨妇，干那做一届尔，结果你也看2004年，嘛是佫希望吕秀莲副总统佫甲阿扁啊总统来做搭配。是，我相信伊伫独派这个部分有伊的影响力啦。但是只不过是讲，你若伫人数有过的时阵啊你的得票率会安怎？是，头拄仔主任有讲。独派吼，一般吼袂讲无够，只是会低调。后壁是毋是佫会回笼转去？就讲咱选举到尾啊的时阵，讲有迄个弃保效应会发酵，这是咱后壁爱去看。但是你讲伊来参选的时阵尔，讲像阿苗讲，有高下立判，有通啊对比讲蔡英文总统，伊是较重的。我讲是大家拢最清楚的。你到底你的主张是啥物？我相信这几年咱毋是即摆才政党轮替，咱已经政党轮替3届啊。为民国85年开放民选的总统开始，到即阵啊20外冬，我相信咱的老百姓拢最清楚的。是安怎？头拄仔准安尼讲少年的大部分拢偏民进党，无毋对，这是阮拿的国民党，阮必须要检讨的。但是民进党敢有去想到，这40、50岁、50、60岁，这有经济基础、有家庭压力的人，是安怎过去对你民进党嘛是足疼痛的？是安怎即马拢反悔？你敢若想讲，少年的拢支持你，但是你有去想到讲，伫社会中流砥柱、有经济基础，40、50岁、50、60岁，这个人有困苦过，有少年过，是安怎过去？这个人嘛是拢少年的时阵，拢支持你民进党，是安怎到即阵啊？中年的时阵尔反悔。民进党对无？为什么？因为民进党你即阵了无好嘛。咱今仔讲一个，你做一个总统，两岸外交国防。
你到底要安怎提出来？唔是干那讲啊，你今仔日毒的，你今仔日捅的，唔是安尼。你提出办法来，要安怎互两岸会当和平，互老百姓有一碗饭通食。是。你要安怎互你的外交，袂讲做3年断6个。你要安怎互你的国防，大家拢会当自主，大家拢会当保障，互老百姓无烦无恼。是啦，蔡总统安怎做？拼连任。其实咱这届吼，slogan 都是2020世代共赢，所以无咧分讲少年的还是老的。是。就是讲执政中拄啊节目有讲，就是讲过去有的政策，有可能有的就是爱重新去检讨，吼，有的政策你要执行的时阵，啊，人民的反应是安那，爱更较侪政策对话，啊，所以咧，我感觉是安尼啦，就是讲你少年的过好，顶悬时代人，大家嘛拢袂烦恼嘛，是，所以这毋是咧分少年甲老人啊，是，系啊，这是做伙来做啦。对着哪里来讲啦吼，拢爱有这个共识啦吼，是，内部的沟通啦吼，头拄啊这个你个部分爱有这个热情的，啊这个。